第28章。安息日將盡，7日的頭一日，天快亮的時候，抹大拉的瑪利亞和那個瑪利亞來看墳墓，忽然地大震動，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，把石頭滾開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閃電，衣服潔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，甚至和死人一樣。天使對婦女說：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，他不在這裏，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。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，他從死裏復活了，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裏你們要見他。看啊，我已經告訴你們了。婦女們就急忙離開墳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歡喜，跑去要報給他的門徒。忽然耶穌遇見他們，說：願你們平安。他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不要害怕，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，叫他們往加利利去，在那裏必見我。他們去的時候，看守的兵有幾個進城去，將所經歷的事都報給祭司長。祭司長和長老聚集商議，就拿許多銀錢給兵丁說：你們要這樣說，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，他的門徒來把他偷去了。倘若這話被巡撫聽見，有我們勸他，保你們無事。兵丁受了銀錢，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。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人中間，直到今日。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，他們見了耶穌，就拜他。然而還有人疑惑。耶穌進前來，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，給他們施浸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